诈骗集团利用手机转接的功能接管号码，甲银行直接，有民众2天就损失超过300万。台北瑞稳山后护理之家，互人指控哪像到监控偷袭，警方已经查扣证物，嘛通知负责人到案说明。北基苏坦的派出所受到汽车炸弹攻击，上无14个警察死亡，即卖已经有恐怖组织承认犯案。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70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即摆诈骗的出头是愈来愈多，国内就有诈骗集团利用手机转接的功能来接管民众的号码，安尼银行卡来关心的是，就是诈骗集团来直接。有民众就安尼去互拐走口罩、信用卡等等的个资，2天就损失超过366万。手机是前317再个卡电话号码。卡来电话就变唔知影号码，若是搁是美证、06证，就会跳出 IMEI 码，就亲像手机的专属身份证。若做伫号码头前搁是BB21会变做虾米嘞？就是也是隐藏嘛，不然就是变换号码嘛。打井310再拨电话，好像就可以延长。2米有听过？这我也不知道。这个台码就亲像转接功能，若是BB21搭配手机号码，所有卡互你的电话拢会转去迄组目标号码。国内就有上班族，互人骗讲是假检警，交出监管户信用卡号顶，搁互人要求设定转接，2天互人投入260万股票嘛，互人卖出变现金，总损失超过366万。诈骗集团为了要突破银行这样的关怀的提醒，银行只要打过去这个客户的电话，其实就随着就直接转接到诈骗集团的那个人头电话。诈欺犯罪伫台湾真济，大量案件拢出来，互法院原来受影响。就连最高法院刑事总受案量为112年7700多件，去年大大增加到将近1万件。其中诈欺案件为1300多件来到2900多件，大幅度增加的案量也互法官面临真大的工作负担。笔录的转译可以多多使用各种科技设备，或是法官助理草拟判决书，也许也可以多帮法官的忙。面对法官这么多的工作负担，司法院回应已经有拟定真侪项简化的做法，为简化证据调查、扩大简释审判、裁判书制作简化、扩大婉距离简释审理的方式，减轻司法的负担。记者采访报道。台积电当年拢是 Apple 公司晶片代工主要的厂商，不过即马传出讲 Apple 已经甲 Intel 达成初步协议，会甲部分产品的晶片代工交予 Intel。有专家就分析讲，可能是因为台积电的订单实在伤济，佮加上川普推动美国制造的政策，不过 Intel 的角色可能是较偏向战略独臂的部分。全球 AI 晶片需求增加，晶圆代工头角台积电稳坐市占率第1名。也毋过，即马所传出台积电第2大客户苹果公司已经甲英特尔达成初步协议，未来会为苹果部分产品代工晶片。目前完全挖靠台积电的局面，也可能进入历史。市场布局敢是安尼改变引起关注。想要去在晶圆代工的部分找 second source， 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状况。不论是苹果或者是 Intel 来说的话，其实落实川普政府美国制造，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市场风声，两间公司合作未接谈判已经超过1年，最近几个月才确定正式合约。专家分析，主要原因可能包括台积电产能实在伤过紧张，加上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制造策略帮助英特尔抢单，也毋过比较共顶级先进制程。台积电伫良率甲效能表现摕到市场冠军，也毋过英特尔是抢先量产1.8奈米制程，对竞争力领先。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 Intel 的18A 的一个制程，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补助，那么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苹果的订单，在部分或者是非核心的晶片订单。专家认为，英特尔角色较偏向战略独臂，并不是主流代工也提醒，苹果公司产品的 CPU 采用较高，甲英特尔制程并无同款。另外，英特尔伫先进制程的产能也无一定充足，是未来需要克服的2大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毋那伊米诊所，台北的瑞稳产后护理之家，嘛互人指控若抢到健康偷袭。警方查扣证物，嘛通知负责人到案。不过业者是强调讲，所有设施拢合法，绝对无违规的监控设备。另外，卫福部是按算拜三要开会来检讨医疗机构运输保护甲查核机制。警方入来搜查，来回检测设备。那医美诊所好亲像牵涉偷袭，即马阁换产后护理之家，互人怀疑有健康偷袭。现场查扣烟雾侦测器含线路等证物，附通知负责人至本分局接受调查。全案将依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医疗法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互人指控的过来中心，就是台北中正区的瑞稳产后护理之家，18室的天棚，互人发现好亲像有改造烟雾侦测器的健康设备。警方考虑相关证物，通知负责人到案。有什么话要说吗？业者上新的声明表示，主动配合调查，各项空间设施符合法规，无任何违规的监控设备，绝对唔捌伫私领区增设摄影设备的想法甲行为。本来就知道有装针孔吗？风波嘛探到公地诊所，检方扩大侦办，各约谈5个 IT 部门员工，询问了后以50万块交保。不过争议持续扩大，县医诊所同款互人点名，好亲像偷袭，消费者真不安，就需申请退费。他们原本是要求我们提供账号，但是我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会转账？”他就说他们也不确定，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怕我们一回去之后，他会不会就不了了之？那我们就是坚持在那边等着要现金。县议的退费机制引起顾客不满，批评处理态度消极，把拒绝现金退费，搁找一寡理由减少退费。为查到统计到7早起，台北市已经接到5件甲县医诊所有关的申诉案件。县医诊所发声明表示，第一线员工承受压力，过程若是说明无完整、用词无适当，致使消费者感受无好，直接毁失的。嘛补充说明，各分店已经准备好200万以上现金，拢会办理现金退钱。这件医美界的风波为安尼类一直扩大，卫福部11日发文予地方卫生局严格调查安尼类是毋是有牵涉到违规，相当会当依法用停业甚至废除执照。我们会在礼拜1的时候行文给艾尔利所在的这个卫生局进行停业处分的一个餐具，这样子。那主要卫生局还是要去看他们的查到的证据怎么样来对应这个我们的违规的情势。卫福部一定拜三邀集地方卫生局也有医界团体来开会，共同讨论医疗机构运输保护甲查核机制，会搁再声明即卖规范。记者采访报道。那台北即马台南一间连锁品牌兼医病诊所嘛传出哪像有盗监控，检警介入调查，这诊所的负责人甲店长伫信后是分别以30万甲5万块保保。下午将即起来创监视镜头，医美诊所监控偷袭案继续探烧。台南卫生局最近扩大稽查协过来，医美甲美容美体机构查到伫连锁品牌演医名位伫中西区的医美诊所美容室，发现亲像监控顶设备随通报检警处理，佮要求拆除。侦验器内发现疑似针孔摄影的设备，那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那经查，该医美诊所在全国登记有5家分店，其中2家在台南市。业者表示，店面是3年承接自爱尔利，所利用原本的监视设备。目前台南2间诊所只有中西区查核监控设备，因为演艺名伫高屏地区也有3间诊所。高雄卫生局协报查稿，去三民区诊所稽查，虽然无发现监控，也毋过诊疗室甲治疗室要监视器。为确保民众就医安心，本局已征得妇德医师同意，并吸回监视器主机，交由检警单位进一步厘清调查。连锁医美连续发生亲像偷袭，引起患者惊吓。经过检方讯问，演医名姓吴负责人甲姓刘店长分别以30万甲5万交保。后续检警甲卫生局会继续调查。卫生局也提醒医疗机构严守医疗运输维护规范甲医疗法，若发现违法的代志，会严格查办。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鹿港一间废弃的工厂今仔日发生火灾，也因为内底囤大量的废弃物，佮加上风真透，所以这火势是真猛，乌烟嘛呛真悬，加在是无人伤亡。不过这导火的原因就要搁调查。
铁柱工程全部烧起来，真大火焰呛甲半天悬，几落公里外就看得到。彰化县鹿港镇轮尾巷一个无路用的工程，70早起11点外传出火灾，因为厂房内囤放真侪废弃物，搁加强风，互火一个烧起来煞未收山。消防局派真侪人甲车到场拍火。它在中间的废弃物那个起火燃烧的，然后有往前面仓库内。那个大量的废弃物这边做一个燃烧，现场那个紧邻那个台61线，我们立即有通知警方来做一个交管，也有部署车辆在上面一个做一个灭火，做一个防护。火灾现场是3连栋的铁柱工厂，总面积900平，其中600平拢烧去。消防队员为3个方向同步抢救，除了用怪手开挖，嘛伫瓦近的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布水线阻挡火烧炭。不过当地代理里长是讲，这个厂房早就停业断电，唔知影是安怎会导火烧起来。无会做啊，伊嘛有断，伊个台电的来啊，讲伊内底有断灯咯。因为现在全面燃烧中，我们人员也没有办法太靠近啊，所以里面到底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接近去看啦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做那个空气品质监测。大火伫70下晡4点控制，不过一直到尾仔5点，现场也搁伫做暂火处理。环保局嘛派员到现场监控空污情形，虽然无发现有毒的气体，不过测到 PM10数值已经达到105。针对厂房内所囤放的真侪废弃物，是毋是有合法，也有废弃物的来源，环保局拢要进一步追查。记者采访报道。台中有警察，若像因为对毒品喙烂块胎的停事无熟，所以这检验的报告漏交，无法度甲牵涉食毒赛车嫌犯抓起来，只好当场甲人放走。后来这2个警察嘛，互人依法上班。毒驾轿车报名高速冲浪骑机车人了后，随后搁伫路桥顶冲浪对向的车。这个月初时发生伫彰化的毒驾驾驶，造成2名无辜的民众死亡。伫全国毒驾案件一直升悬，毒品喙烂快太执法。去年11月20正式上路，也毋过有基层警员亲像对相关的定事无啥了解，防以冲棒警权罪嫌上班。因办理毒驾案件，对法律程序误判。致有未依规定处理之疏失而不慎触法，本案经地检署还起诉，相关行政责任后续将另依规定办理。台中市第5分局4平派出所2名警员今年1月19透早2点，查到亲像毒驾的姓区查甫人，经过毒品喙烂快胎，呈现毒品K他命反应，搁伫车顶查扣4.8公克K他命，以公共危险毒驾现行犯逮捕。也毋过移交侦查队的时，因为欠着个报告，互值班侦查组稽收。最后派出所警员将案件改用函送，搁帮走姓区的嫌犯。一般来说，你的重犯人犯是说在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抓到之后，你其实就没有真的想要逮捕他，就直接把他放走的。这种一般来讲，检察官会认为在恶性中他会被起诉。但是因为像这个案件比较像是程序上的疏忽，或者是说经验不够所导致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说他可能认罪之后就直接让他用缓起诉就把它结束掉。第5分局表示，2名派出所警员甲这位侦查组和分局以涉犯刑法公务员创办职务上依法逮捕自尽罪嫌，函送法办。2位派出所警员承认犯行，表示反悔，检察官互因原起诉。值班侦查组是查无犯罪事实，得到无起诉。警方强调，已经将本案列回案例教育，加强警员法纪训练甲联系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前到半暝，有一个小镇的派出所受到汽车炸弹的攻击，凶手驶一台拢是炸药的车冲入去派出所，了后甲点倒，所来枪手阁撞入去乌白开枪，上无是造成14个警察死亡。救护车甲消防车伫爆炸现场来回走动，画面上会当看到规个派出所的建筑差不多变平地，卡路机伫现场清理残骸。赶到现场的死者家属看到派出所规个如苍苍的款，更加是悲痛万分。मेरा नाम मोहम्मद नुमान है और मैं बतौर तर्जुमान MTA बन्नू आपसे मुखातिब हूँ। कल रात जो बन्नू में फताहेल पुलिस चौकी पर हमला हुआ, उसके नतीजे में तकरीबन 11 डेड बॉडीज़ जो है जो कि वहाँ पे मलबे तले दब चुके थे, वो हमें डिस्ट्रिक्ट हेडक्वार्ट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मौसूल हो चुके हैं।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5 अफराद जो है वो ज़ख्मी हालत में भी हमें DSQ हॉस्पिटल में
外电报道指出，自杀炸弹客先驾驶装满炸药的车冲入派出所，随引爆炸弹，所来埋伏的枪手冲入去开枪扫射，所以除了确定死亡的14个关键以外，死伤的人数有可能佫增加。另外，强大的爆炸威力也有附近的面体严重毁损，至少有2个居民受伤。Emir dekat Saukina iri pendua perlanggaleri kirda. Iri she sedat damakaushla. Emir dekere daruzir prewatle. 家己讲是犯案的组织叫巴基斯坦穆斯林圣战士联盟，是去年才甲一寡分散的武装团体科瓦来成立的组织。根据巴基斯坦加意大利地区的研究，这个联盟除了演过恐怖组织所惯使用的自杀炸弹战术，嘛大量运用无人机来攻击，也佫导入反无人机的干扰科技来对抗巴基斯坦的军警单位。演过60年，甲阿富汗塔利班真友好的巴基斯坦，即阵啊态度大转变。巴国政府指控定性掌权的塔利班压互巴基斯坦的反政府组织以阿富汗做基地来进行越界攻击。不过塔利班回应讲，巴基斯坦家己国内治安无好，甲阿富汗无关联。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荷兰籍的邮轮昂德阿斯号逼出汉他病毒疫情，当地时间初10已经伫咧西班牙的港口趴定，会慢慢来撤离乘客。因若目前病例是暂时无阁增加，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讲，船顶所有人拢是高风险接触者，就要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真大邮轮慢慢驶入西班牙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落地停靠，附近也有警用巡航艇受到高度关注。因为面对汉他病毒威胁的荷兰籍邮轮，风地亚斯河正式开始疏散乘客。随着疏散工作推进，已经当看到船顶乘客挂嘴暗，徛伫温暖边观望。港口边也出现穿规套防护衫的警官甲军人。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这条撤离行动会继续到白。الوضع على السفينة هادئ جدا، ما في هلع أو عزل إجباري، وما في حدا من الموجودين على السفينة عنده أعراض المرض. في عندنا جدول يومي مثل أي رحلة، ولكن مع الحفاظ على المساف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تعقيم الأيدي ولبس الكمامات في المساحات الداخلية في السفينة. The entire operation is proceeding normally, and as I said, the first to disembark will be the Spanish citizens, and then the flight to the Netherlands will depart. 烦恼引起民众惊吓，西班牙当局也强调，死者的行李甲遗体并未落船，而是继续去荷兰，按照国际协议消毒加处理。WHO 秘书长谭德赛也去西班牙协助撤离，同时强调汉他病毒对当地民众风险增加。We estimate that there could be around 6 for EU related, and also around 4 for non-EU. And I would like to assure our support as well, and that's why I'm here. 根据 WHO 上新资讯，到采贝风地亚斯号有大约150人，其中8件正价技术病例，3位乘客不幸死亡，目前暂时无新增加其他案例。不过，所有人员将一律看作高风险接触者，监控42日。As WHO, we classify everybody on board as what we call a high-risk contact. That might sound scary, but it's really it's how we will operationalize the movement of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safely home. 各国也出动医疗专机接回国民，包括西班牙乘客会伫马德里一间军医院接受隔离。美国 CDC 也有计将接回美国乘客安置伫内布拉斯加州隔离中心收治，也有英国公民有计伫阿罗贡分病院接受隔离。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就要举行传习会，咱的驻美代表朱大雷在接受专访的时，就强调这台海和平稳定是对大家拢好。不过中国到今拢也未宣布传习会的消息，外界就咧又讲，可能是中国甲美国也未敲好势，尤其是甲台湾、甲伊朗有关系的议题。全球主义的传习会一定这礼拜上场。驻美代表朱大雷美当时间初到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的时阵讲，美方即阵啊真侪届国再声明，美国对台立场无改变，嘛指出台海和平稳定对相关的各方拢有利，包括美中台甲日本。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情势的影响，同时与美方保持良好沟通。确保台美关系稳定深化，以及保障台湾的利益。外交部也欢迎卢比欧国务卿近期2度公开重申对台政策不变，
并强调对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不过，中国甲单还未正式宣布传习会，外界伫要应该甲中美也未达成关键协议，尤其是甲台湾的问题移动战术有关。学者分析，中国甲官方声明当作主控权，未对美方改变。不过现阶段达成双方都会当接受的协定，和中美关系行前稳定会当预测的路途，是双方共同的期待。他希望从川普的口中提到美国反对台独。而不是过去的美国总统偶尔会提到说美国不支持台独。北京的估算里面当然是对川普有期待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做法跟这个立场可能还是一个谋定而后动，或是以静制动。国军持续强化国防实力，美方嘛加强挺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应玉这阵仔提案，主张成立跨部会大好小组，法案明确警告中共那是反台，会受毁灭性的制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 CNN 专访的时阵，是提出第一岛链转型和平欢迎之恋的构想。郑丽文嘛提起，国民党支持深化甲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过两方中间嘛应该维持稳定沟通甲交流，避免误判甲提高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逐年拢会举办甲爸母洗脚的活动，今年已经第19届啊！早起伫咧宜兰运动公园举行，嘛吸引200个家庭参加，其中年纪上大的妈妈已经101岁咯。后生摕101岁妈妈烫起下仔尾仔了后，放伫温水桶内，用来自盐酸的温泉洗脚。宜兰县号称情书甲爸母洗脚运动，今年已经是第19届初十早起，伫宜兰运动公园公园球场展开。除了年纪上大的母亲，现场还有200组家庭参与替母亲洗脚活动，无分大汉细汉参与的囝儿会当为母亲洗脚，除了表示是初体验，也大声讲我真荣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第一次参加，第一次让我觉得很高兴当然高兴了。主办单位宜兰县好青尊师联名，希望这活动将好道精神化作具体行动，提起做人囝儿爱珍惜当下，即是向父母表达爱意。所以讲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当然县政府一定要来支持甲到参加。所以讲，头拄毛讲就讲明年会扩大举办20年吼，这真正是无简单的一个活动。县政府表示，宜兰长期推动好青尊师的理念，这场活动已经渐渐成做宜兰珍贵的文化资产。每年的进入20周年，县政府会协助主办单位扩大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半岛逐年的旧历3月23，也就是妈祖生日前后1礼拜，是宣蚵放卵的时间。规大片的卵看起来袂输是海底伫咧落雪，吸引真侪畅水客去欣赏。专家就提醒讲，若是要去看，就唔通甲干扰，千万袂当摕手电仔笑宣蚵。粉红色已经有形的卵素喷出了后4线，屏东恒春半岛初九，也就是农历3月23妈祖诞生前后，迎接脑文旋蚵、马文旋蚵甲角脚旋蚵是生卵的大月。伫暗蒙蒙的水下，嘛亲像粉红色的烟火，嘛像海底天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夜间潜水，所以本处特别和台达电文教基金会、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合作。进行垦丁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释放卵的那个时机可能需要一个刺激啦，哈，这个刺激可能是温度的变化。为着让更较侪民众看到旋蚵生卵，昆管处甲海参馆等单位合作做水下直播。旋蚵生卵状况是海洋生态健康的指标之一。昆管处表示，今年各畅水点旋蚵生态的情况有明显提升，也有专家提醒，旋蚵白化的状况也持续发生。气候该下雨就下雨，夏天的话呢，台风的吹，有这个永生流啦，还有海浪啦作用下呢，水温就不会持续增高。如果是每天都是好天气，包括垦丁的整个环境呢，就会一直维持在高温，珊瑚就会有白化的现象。持续高温甲气候变迁，互垦丁面临旋蚵白化的危机。垦管处等单位持续加强监测、推测减光害等措施来保育。专家还提醒，想要看旋蚵生卵畅水的人，手电仔顶光线袂使直接照旋蚵，以免扰乱旋蚵，影响生卵。记者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南部的部分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是为22度到30度。华岛地区19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记事报。万婷伫遮嘛祝福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